希塔美德下載。果斷係一種內在嘅力量，佢讓我哋能夠快速而明智咁做出決策，並且堅定地走向目標。當我哋果斷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喺選擇之中猶豫不決，而係能夠憑藉信心同埋智慧，快速應對生活之中嘅挑戰。果斷讓我哋能夠喺關鍵時刻作出正確嘅決定，並且喺面對困難嘅時候依然保持冷靜同埋專注。果斷並唔係衝動行事，而係深思熟慮之後嘅果敢行動。佢讓我哋喺各種變化之中保持穩定，並且為自己同埋他人創造清晰嘅方向。果斷就好似一把利劍，能夠喺混亂之中劈開迷霧，幫助我哋睇到前方嘅道路，並且勇敢無懼地邁向成功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果斷嘅定義，我知道果斷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是果斷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果斷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果斷嘅觀點，我知道果斷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果斷係安全嘅，我是果斷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